欧总管，放我下来吧，我好多了。你真的行吗？上面有床，我扶你上去。来，坐下。来，大小姐，你先在这歇一会儿，我下去把药接了。夭折，夭折。大小姐，来，喝药了。欧总管，是你啊？是我，我一直在你身边。欧总管，我怕我快撑不住了。我要是回不了家，你一定要把我葬回双泉镇。没事的，我们一定能回家的。来，先把药喝了。来。怎么这么冷啊？好冷，好冷。好冷。把衣服披上，这样会好一点的。对不起，大小姐，我不能眼睁睁的看着你冻死。我要人命的，你别管我了。要死一块死，我不能丢下你。你的手为什么还湿了呢？你哭了，是不是觉得很辛苦？不是，
我快要死了，但是很奇怪，我觉得一点都不害怕，反倒是这样感觉很安全。别说胡话了，天一亮我们就回家。杏核塘需要你打理，永成少爷在家等着你呢。你和永成少爷将来还要生孩子，你们一块儿把孩子带大，看着你们的孩子再生很多小孩子，你还得当奶奶呢。你胡说，我跟永成连一天都相处不了，怎么能相处一辈子？对了，你还记得我们小的时候一起玩过家家吗？记得。那个时候，你总是和永成少爷凑成一对儿，你演妻子，他演丈夫。我当下人。是啊。你悄悄地跟我说你长大以后要嫁给永成少爷，要做一个贤妻，做一个良母，你要学会做饭烧菜。可是后来你每次做菜都不敢一来就让永成少爷吃，你总是找我让我来试，说成功以后再让永成少爷吃。可是我总是说你做的菜不够好，需要再练习，你就笑话我说我嘴刁。其实我不是嘴刁，你做的菜真的很好吃，真的很好吃。我是怕以后你只做给永成少爷一个人吃，我就再也吃不到了。所以我撒了谎。对不起。你知道吗？我真的很羡慕永成少爷，因为他得到了你所有的爱。哎呀，干活了？昨晚上睡怎么样？哎呀，还行，又得忙一天了，今天。哎呀，一晚上没睡好啊。哎呀，是啊。干活了。嘿，怎么回事？是不是有贼进来了？哎，怎么回事？啊！哎，过来，好像有贼进来了，来看看。谁？哎，上面，嘿，有贼！啊！哎，那人，你们怎么上去了？是谁呀？你们俩干嘛呢？下来，快下来！你们怎么进来了？你们什么人？下来，人在上面，快点下来！快！回来了。怎么了？你老婆没回来，你不知道吗？哦，她去办事去了，应该是没赶上船吧。大姐不是个没有责任心的人，就算昨天晚上赶不回来，今天早上也该回来了。可是到现在都不见人。本来呢是平儿陪着大小姐去的，可是平儿突然病了，所以啊，大小姐才带着病独自上路的。哎呀，她不会在路上晕倒了吧？哎，姑爷，你要是昨天可陪着她去就好了，就算她病倒了，那路上也有人照顾啊。我要去陪孙将军开会，我没时间陪他。他很坚强，没事。啊，姐夫，你也太粗心了！现在外面治安那么乱，
他可能是碰到歹徒了，还有可能是被绑架了，就像你和六六一样。哎，行了行了行了，别胡说。我去县河塘问过了，李掌柜说昨天冠群哥送账本给大姐，到现在还没回来。对了，今天一天都没有看到冠群哥，可能冠群哥跟大姐一块儿去了。完了完了完了，孤男寡女一起上路，还一起过夜，哎呀，传出去会让人误会说闲话的。你就不能闭嘴吗？现在大家已经够烦了，你还在这胡闹。哦，有冠群做贴身保镖，我想应该没事的啊。老爷，找到大小姐了，她和欧总管被绑到了祠堂里了，说是他们两个人被捉奸在床，镇长叫老爷赶快过去。爷，老爷怎么会这样？哎，让一下，让。真是吓呀！包镇长，周老板，徐镇长，他们俩在我们的谷仓幽会，让我们捉奸在床，真是伤风败俗啊！哎呀，按照乡例，应该马上给这对狗男女进猪笼。但是我知道，这是你们周家的大小姐，这个男的是杏核堂的大总管。另外，看在周老板平日对我们朝阳镇赠医施药的份上，所以我们没有马上处置他们。包镇长，那就请你带回去发落吧。可是你要做出个样子给我们朝阳镇看一看，要不然是照样学样啊。好。周老板，出了这样的事情，是我们双泉镇的不幸啊，您看着办吧。爹，老板，我们是无辜的，我们真的没有做苟且的事情。爹，我鼠疫发作，奄奄一息，几乎不能走路，客店又不愿意收留我们，所以欧总管才带着我去货仓留宿。外宿也应该避嫌吧？昨天晚上我浑身发冷，几乎没命，是欧总管抱着我，用他的身体温暖我。你说什么？你让他抱着你？那是生死攸关，情非得已。生死攸关？你现在不是好好的吗？容光焕发呀！永成少爷，那是因为我给大小姐喝过药。够了！你越说越荒谬，你当我3岁小孩啊？这里有多少双眼睛看着你们拥抱在一起？爹，你说句公道，如果你都信的话，我就信。爹，别叫我爹，连爹都不信你，你还有什么话好说？我不想再见到你，不想。永成，永成，让一下。爹，大姐和冠群哥是有分寸的人，这肯定是个误会，他们不会做出苟且之事的。对，是误会，没苟且。这是我们亲眼所见，我能冤枉他们吗？包镇长，如果你和周老板这么袒护你们自己人，那我们也无话可说了。爹，我们是清白的。老板，我们真的是清白的。你们真是令我太失望了。周老板，实在抱歉，为了我们双泉镇的名声，我只有秉公办事了。镇长，这件事如果真的查出他们有苟且之事，那就依乡例把他们进猪笼。
这对狗男女，这对狗男女，杀了你！杀了你们！杀了你们！永成，杀了你们！千万不要冲动啊！我知道大姐伤你很痛，但是你不能杀他们，不能因为他们沦为杀人犯的。我戴永成卖身似的入赘他周家，不只受他爹的气，而且受旁人白眼。我究竟有什么地方对不起他周玉琴？他竟然跟一个下人私通，来羞辱我！我早就看出来，他们并非一般的主仆之情。我以为他们会安分，特别是大姐还跟你成了亲，没想到她会变成这个样子。周玉琴，你这个贱人！永成哥，你也不要太难受了，毕竟早点知道也是好事嘛。够了，你也别说了。对不起啊。那你还会原谅大姐吗？我告诉你，我戴永成今生今世也不会原谅周玉琴，我要亲眼看着她和她奸夫进猪笼。哼！冤枉啊！放开我！我们是清白的，包镇长老板。冤枉的！我们是冤枉的，我们是清白的。把他们俩先分别关起来。快走！走！快去快去！大小姐，走！关起来，关起来！你们不能这样，在事实没有查清之前，他们是清白的，你们没有资格扣押他们。没资格扣押。大师兄，怎么会闹出这种事？这，你别生气了，我先送你回去休息。你们几个留在这里照应着，见机行事。好，知道了。大师兄，慢点，爹。怎么办啊？老爷，姑爷刚刚出门去了，他说不吃饭了。整天往外跑，一点都不关心玉琴，难怪会出事。爹，姐夫心情不好，出去走走也是应该的。你最近身体不好，还是小心身子，别气着了。不等了，吃饭吧。对了，玉琴和冠群不在，信和堂你要多费费心。账房你先管理，赵老板药材蛀虫的事情，你替玉琴去处理。如果有人问起他们，就说他们病了。知道了。爹，大姐和冠军哥出了事，难道你就只关心信和堂有没有人管，客人会不会说信和堂什么闲话吗？难道在您心里，您的面子要比一切人和一切事情都重要吗？你说什么？哎，天启哥，好了好了，别说了，别惹爹生气了。我一定要说，大姐和冠群哥出了事，家里有人替他们说过一句公道话吗？尤其是我们的周老板，一个是您的女儿，一个是您的徒弟，他们的为人您不清楚吗？他们在一起相处了那么多年，做过半点逾越之事吗？难道您真的相信他们俩会是这样的人吗？哎呀，不过话又说回来啊，我一向是相信玉琴姐的为人的。你想她从小那么爱永成哥，怎么会干出这种丢人的事情呢？总之，我觉得这件事情是场误会。爹，其实你应该替他们讲情才对啊。嫂嫂，你才进门多久啊？你怎么就知道大姐和冠群哥是圣人不会犯错呢？就算他们是圣人，那朝夕相处、日久生情也不奇怪。况且这两个人众目睽睽之下，衣冠不整的睡在一起，怎么证明他们是清白的？爹就算要说，他应该怎么说呢？说一个是我女儿，一个是我徒弟，我不知道他们的为人吗？爹一向赏罚分明，你们怎么就不能理解爹呢？你们要再这样为难爹，我就不客气了。你不用替爹找借口了，以爹的声望，救他们是易如反掌，就连镇长都说了，可以看在爹的份上，把他们交给周家处理。可是爹呢？为了怕别人说他护短，为了顾全自己的面子，竟然说让镇长秉公处理。我想问问你，这是一个称职的爹该做的事吗？无情的让人心寒，
您把大姐当成亲生女儿了吗？喂，你看爹已经被他们气成这样了，难道你还要怪爹无情吗？而且大姐已经是个成年人了，她做错事情就应该受罚呀。况且她跟人苟且，辱及家门，应该惭愧才是。难道还埋怨爹寻死不救他们吗？你口口声声说大姐偷情，莫非你亲眼所见？你明明知道大姐对大姐夫一心一意，可是你还是要在这搅乱夫妻感情，请问你要干什么？我告诉你，你这个做小姨子的要注意自己，不要做不合礼数、不合行为的事。你胡说什么呀？你平时不也是一副正人君子的样子吗？你不也是在婚前酒后糊涂做出丑事吗？你自己其身不正，凭什么管我呀？你凭什么说冠群哥不会和你一样呢？对，就算是我做错了，我和林丹是男为婚女为嫁，我敢做敢当。你凭什么说我跟林丹？够了！吃顿饭也不用把家里的丑事全抖出来。我看你们几个是诚心想气死我。真是天助我们！想不到不费吹灰之力就能除掉朱玉琴，连欧冠群也一并除去了。不管他们是否有染，欧冠群也够倒霉的了。对了，文叔叔，他们真的会被进猪笼吗？哎，大小姐，你没事吧？我没事。大姐，快，我买了烧饼，快趁热吃了吧。天琪，我是清白的，我真的是清白的。我知道，我相信，姐是最守规矩的人。从小姐就教导我，要我听话守礼，绝不可能做出这种事情来的，打死我都不会相信的。现在相信我的人只有你一个。欧总管他也是清白的，他真的是为了保全我的性命，才彻夜抱着我。是我连累了他，我对不起他。天琪，欧总管他现在怎么样了？我也不知道，本来我也想去看他的，可是他被关在了柴房里头，外面有人看着，进不去。他救了我，我不能让他白白为我送命。姐，我不会让你们出事的。现在都已经是民国了，进猪笼什么的，就是在滥用私刑。我和林丹商量过，我们可以找警察帮忙，把你们救出去。我不想把这件事情闹大，爹会不高兴的。这都什么时候了，你还在顾全爹的面子？行吧，回去我劝劝爹，虎毒不食子，自己家里的人他总不能见死不救吧？天琪，谢谢你。姐，从小你照顾我长大，你比我早死的娘对我还要亲，我们是一家人。你放心，我一定不会见死不救的，别多想了好吗？天琪，现在也只有你把我当成一家人。我最后可以再让你帮我做一件事情吗？行，你说吧。虽然我是清白的，可这世事总是有理说不清楚。就算别人骂我、杀我，我再不甘心我也认命。但是我不能让永成误会我，我一定要告诉他，我没有做对不起他的事情。天琪，你帮我把永成找来好不好？我要亲口跟他解释，否则我死不瞑目。我明白，那我现在就去找永成哥，你等着我回来。表姐夫，这俗话说得好，女人如衣服，不称心了，脏了，你换一件就是了，对不对？我真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啊！早知道是这样的话，当初就不应该跟他结婚。姐夫，你现在可是孙大帅面前的红人，能呼风唤雨。你不知道，姐夫，仰慕你的女人多的是了，你何必执着一个周家的女人呢？你就是上天派来保护我的天使，别人呢叫我六六，
只有你才可以叫我乔儿。我喜欢上了一个我不该喜欢的人。说的没错，喜欢我的女人多的是。再说了，周家又不是只有他玉琴一个女人。就是嘛。来，喝酒，来，干，喝。换个地儿，别，换个地儿，一定得换了。姐夫，姐夫，总算是找到你了。别叫我姐夫啊！如果你是为你姐姐而来，免谈。姐夫，大姐说了，就算全世界的人误会她，她都不会伤心，不会介意。可是唯独就不能让你误会，是吗？可这是明摆的事实。俗话说得好，买鞋买一对，捉奸捉一双。你姐这次真丢人啊，连整个临镇都知道了。你说我这脸往哪儿搁？姐夫，我姐绝对是清白的。够了！趁我还没出手，你跟我走。姐夫，你跟我过去看看吧。我刚才跟你说过了，我绝不会去见那个贱人的。走。姐夫，姐夫，姐不是那种人，我求你过去听他解释吧。不可能，姐夫，永成哥，看在我们从小一起长大的份上，算我求你行吗？回家吧。你告诉他，除非我死，否则我不会原谅他的。他想接我是吧？等下辈子吧。走。爹，镇长他们带了好多人过来，就在门口，说要找您主持公道。大家冷静，叫出来，给我们一个公道，请大家冷静一点，冷静一点。镇长，有什么事？周老板，您来的正是时候。你们家周公子气势汹汹的跑到我们祠堂，说我们是滥用私刑，是野蛮人，还要我们立刻放人，否则他还要到警察局去告我们。国有国法，你们无凭无据就对我大姐动私刑，你们不是野蛮，不是犯法，是什么？现在是你们周家人干了丢人的事了。你们让我们双泉镇的脸都丢到朝阳镇去了，你还恶人先告状。周老板，你之前就说过你尊重我，那么好，既然你尊重我们，那我们就按两镇的条例来发落。您现在总不会要反悔了吧？我说过交给你们发落，就交给你们发落。我周世宏说的话，从来不会反悔。爹，玉琴和冠群坏了乡里，就要依例受罚。你不要多事。周老板，有你这句话，我们就放心了。按照我们的乡例，捉奸在床，立即进猪笼，以儆效尤。我们明天就行刑。我想，周老板，你没什么话可说了吧？明天，再等2天吧。周老板，这事实都摆在眼前了，再等2天，周老板恐怕也帮不了他们什么吧？进猪笼，进猪笼！爹，你真的忍心看着大姐他们被冤死吗？周老板，你今天要是不答应，那么我们大家只好天天堵在你的信和堂的大门口了。想你们说是不是？好，就按照乡里去做吧。好，周老板已经答应我们的条件了，乡亲们，散了吧！啊，走吧。
你怎么能答应那帮野蛮人？你真的愿意让他们把大姐和冠军哥进猪笼吗？你好好想想，他们一个是您的女儿，一个是您的徒弟。爹，求求你救救他们吧！我说了算，你别多事。出去。爹，出去。少爷，老爷，我今天不舒服，有事明天再说。哦，对不起，老爷，刚才外面有人送来一封信，说是要马上交给老爷。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小楼昨夜又东梦，不过不堪回首月明中。雕栏玉砌犹在，只是中央岗。问君能有几多柔儿，柔儿，真的是你啊！我不是在做梦吧？我找了你20多年了，都找不到你，我以为你死了。你说的没错，沈柔确实是死了。柔儿，那个从小跟你一起长大的沈柔，那个在暴风雪那天一个人在梅花树下傻等着你带她走的沈柔，那个相信你永远都不会伤害她一丝一毫的沈柔，早就死了。我知道你还在怪我，所以这20多年来，你用不见我来惩罚我。如果可以，我恨不得杀了你。我小时候曾经跟你说过，我周世宏的命只给我心爱的人，那就是你。如果你现在恨我，要我的命，我随时给你。但是你也要恪守你从小对我的承诺。你的心跟你的人就算死了，也是我周世宏一个人的。到下辈子、下辈子，你都是我周世宏的人。柔儿，我昨天晚上做了个梦，梦见你。梦见我什么了？梦见你嫁给了别人，当时我气得杀了你的新郎。傻瓜，我怎么可能嫁给别人呢？可我还是怕，你爹不喜欢我，外面跟你爹提亲的人又那么多，假如你真的选了别人，那我怎么办？那这辈子，我的人，我的心，永远都是你的。我这辈子，下辈子，永远都是你的新娘。
你说话为什么不看着我？你就这么不想看见我吗？你的眼睛怎么了？我的眼睛是老天爷惩罚我，我有眼无珠。我爱上了一个不守信用的人，我还傻的许下了诺言。你当年硬生生的蒙住我的眼睛，不就是让我这辈子再也见不到你那张禽兽的脸吗？二师兄，恭喜你，终于娶到我们沈大小姐了。大师兄，三师弟，谢谢你们特意来喝我和柔儿的喜酒。我们三兄弟好久没喝得这么痛快了。哎，没事吧？没事，我没事，没事。我要去旗子恭喜柔儿，你先送她到厢房歇着。大师兄，这不好吧？你敢不听我的话？没事。我去哪儿？哎。俊哥，你回来了。柔儿，周世宏，你怎么会在这儿？你给我出去！你真的不愿意跟我走？你真的要嫁给欧阳俊？柔儿，我求你，那天我没有赴约带你走是我的不对，我被你爹骗了，我真的好后悔。可你不能拿你的终身幸福来惩罚我。周世宏，我求你不要这样，我要救你，我要救你。欧阳俊刚才跟傅星喝多了，他们今天晚上不会醒了。你跟我走，我娶你。周世宏，你把我当成什么人了？我爹临终前已经把我许给了俊哥，我已经跟俊哥拜了堂，成了亲，我已经是他的人。如果你还有一点点人性，你给我滚出去！不，你还不是他的人，你根本不爱他，你是气我的。否则那几天成亲的时候看到我来，为什么还要哭？你以为你骗得了我吗？我就知道你爱的人还是我。你爹已经归田了，现在再也没有人反对我们在一起了。希望我们就走。周世宏，我最后跟你说一次，我不可能跟你走。你死了这条心的。柔儿，你根本不爱他，你爱的是我。你怎么可以嫁一个你不爱的人啊？放开我！我不放，我不允许你嫁给欧阳俊。如果我非嫁不可呢？你只能嫁给我，我才是你的新郎，你才是我的新娘。跟我走，我们重新开始好不好？
军哥，你再叫，你再叫，我就徒弟杀了他！不要！周世红，你怎么可以这样对我？怎么可以？怎么可以？因为我爱你啊！你畜生！天底下哪个男人愿意眼睁睁看着自己心爱的女人嫁给他不爱的人？柔儿，你到底知不知道，我爱你胜过我的命。如果失去你，我生不如死，就算当一回畜生又如何啊？柔儿，你，我等了你25年，如果你打我可以泄气的话，你尽管打。最后这一巴掌是替军哥打的。我最讨厌你在我面前提欧阳俊。你活活烧死了他，就算把你千刀万剐也不为过。我活活烧死他？哼！他跟师傅合谋把我们拆散，还逼你嫁给他，我倒真想一把火把他烧死。这么说，你承认？你承认了？你当年毁了我的清白还不甘心，你居然还放火杀人！你是要把我跟俊哥都活活烧死？周世红，你好狠心！柔儿，你在胡说什么？我那天离开你的房间，我就在大门口准备马车，我要连夜把你带走的。可是我回去的时候，这家已经是一片火海。我立刻冲进火场，我要救你，我要找你，可我找不到。我到现在还不知道当天发生了什么事。周世红，你以为你这样说，我会相信吗？我周世红敢做敢当，我没做过的，我绝对不会认。敢做敢当，好，好，周世红，你这一生左手救人，右手杀人，你的报应终于要到了。你在说什么？柔儿，你将会亲手杀了你的儿子。我的儿子，天琪怎么了？柔儿到底怎么了？你还有一个你从来就不知道的儿子，他既听话又乖巧。当他知道他爹的身份之后，很想认爹，但是他也知道自己是那个禽兽不如的爹，因为做了见不得人的丑事才来到这个世界上的。而他爹从来就不知道他的存在，于是他藏起了认爹的心，也只好拜爹为师。他只希望每天都能看到他爹。这么多年来，这个孩子默默地守护在他爹身边，有好几次为了救他爹几乎没了性命。即使到了最后，那个傻孩子怕毁了他爹的名誉，宁可被人冤枉也不愿说出真相，求他爹来救他。柔儿，你还为我生了孩子？那个孩子呢？他是谁？欧冠群。
是冠群，冠群是我的儿子。他肩上有一块跟你一模一样的胎记。柔儿，原来你为我生了儿子，我们的儿子他，你为什么不早说呢？周世宏，你这一生心狠手辣，为了名利，为了颜面，你有什么事情做不出来？这次欧冠群和周玉琴的事情，我倒要看看，你是六亲不认呢，还是虎毒不食子？报应，报应！干什么呢你？张飞，抓快他！快，冠群，快走！娘，往我这边，往我这边，快！站住！娘，快起来，快走！往哪跑你？快，娘，快走！站住！站住！娘，来，给。
冠军，再坚持一会儿啊。娘，左边有药店。哎呀，我说不要打扰我做生意啊！走开，走开，走走开！求求您了，就给我们一点药。给你什么药啊？我孩子病得很厉害，我求求您了，好不好？哎呀，没钱你买什么药啊？快走开！娘，这边有赠医师药。请问有人吗？什么事啊？我的孩子病了，你们可不可以施一点药给我？这个我做不了主，我们刚开门，要不你再等等吧。求求你了，我孩子病得很厉害，行行好吧。大小姐，他们在干什么呢？这个孩子病了，他的母亲正背着他跟我们讨药呢。小哥哥，你别怕，我让人送药给你。谢谢你。谢谢你们，谢谢你们。你算走运了，今天是我们信和堂周世宏老爷的3小姐满月之喜。老爷说了，今天我们信和堂赠药一天，这包药就送给你了，赶快回去给你孩子治病吧。你说，你们老爷是谁？周世宏啊，信和堂就是周老爷开的。那3小姐是我们2夫人的千金啊，我们老爷可宝贝她了，要为她赠医施药积德，否则你今日哪有这么幸运拿到这免费药救你儿子的命啊？小李，哎，老爷说给大太太和二太太补参的燕窝，你准备好了没有？老爷让我过去拿呢。我早就准备好了。哦。娘，我叫你学藏心术，你又睡着了。对不起，娘。我告诉你，有朝一日，当你成为周世宏的左膀右臂欧冠群的时候，我要你记住，你的左手还是姓欧阳。我要你用左手断你的右手，你不准跟我喊痛，也不许哭，听见了吗？是，娘。念。我是欧阳冠群，我爹是被周世宏害死的，我娘是被周世宏害瞎的。我以后是欧冠群，到周家报仇雪恨。我是欧阳冠群，我爹是被周世宏害死的，我娘是被周世宏害瞎的。我以后是欧冠群，到周家报仇雪恨。我是欧阳冠群，我爹是被周世宏害死的，我娘是被周世宏害瞎的。娘，娘你在哪儿？我把周世宏的配药给换了，我害他医死人了。现在信和堂被人包围了，我该怎么办啊？娘，娘你在哪儿？娘，娘你在哪儿？俊哥，我知道
你一定不想看到冠群，所以我没叫他来。娘每次跟爹说话都不让我听，不知道他现在在跟爹说什么。俊哥，我知道，这么多年你一定在怪我。我不但怀上了周世红的种，居然还让他跟你姓欧阳。但俊哥，请你相信我，我是有安排的。我一定会让周世红得到报应的，让他们父子相残。我要让他身败名裂，因为你在天之灵。等报了大仇，俊哥，我一定会去找你的，做你的好妻子，好吗？哦，对了，我要告诉你一件事，昨天冠军他帮了我们，他让周世红还有信和他闹得鸡犬不宁。娘，你怎么来了？娘，你跟爹说的都是真的吗？我是周世红的儿子，你安排我去信和堂，就是要我害自己的亲生父亲。你胡说什么呢？你知不知道，我害他配错药，害死人了。我是杀人凶手，我才是杀人凶手。你现在回到娘的身边，你不用怕，没事的，没事。那是因为师傅他担下来了。他说他要救我的，他说我是不小心的，他花了好多钱才摆平那家人的。什么？摆平了？那你回来干什么？我命令你马上回去，搞到他身败名裂为止。我要你回答我是不是周世红的儿子？别胡说，你爹叫欧阳俊。可我刚才明明听见了，我是你跟师傅的儿子。我跟你说过多少次了，当着我的面不许你喊他为师傅。那喊什么？喊爹吗？从小到大，我跟你说过多少次了，我不回答你的问题，我不许你问，除非你不是我的儿子。测出来，当年师傅失踪的那个小女儿周安九，就是我同父异母的妹妹。那年在元宵花灯节上，我亲眼看着她被人贩子抓走，我却没救她。姐姐，小妹妹，姐姐带你去买冰糖葫芦，去不去啊？去。来，乖，来。娘啊，我看到有2个人把周家的3小姐捉走了，在哪？让我去看看。哦。放开我！放开我！把他上去。娘，怎么样了？前面多了2个拿刀的大汉，你别去，你去通知警察，我去救人。哎，你不能去啊！你一个人怎么能去？娘不能让你冒险，不能去。没关系的，娘。哎，你不能去呀！娘眼睛又看不见，如果出了什么事，娘该怎么办呢？不能去，你不能去啊！这。他们怎么样了？他们走了。别这样，你别这样，
朱安桥的事情都已经过去了，过去了。为什么？为什么你不告诉我，那个被人贩子拐走的是我的亲妹妹？你要是早点告诉我的话，我一定会去救她，我一定会去救她的。不，当年那些人贩子那么残暴，那时候你还是个孩子，我怎么可能让你去救周世红的女儿呢？他能失去一个女儿，可我不能失去儿子。你是我唯一的亲人。可是你并不爱我。朱安桥的事情跟你毫无关系，那是他们姐妹相争，骨肉相残，是周世红的报应，跟你毫无关系。这件事情到此为止。是你让我去害我的亲生父亲，你不是也让我们骨肉相残吗？你不是也让周世红得到应有的下场吗？我终于明白了，为什么你这么多年来，你总是对我忽冷忽热。我是你仇恨的孽种，你根本就没有把我当成亲生儿子，你只把我当成一个棋子。娘，你心好狠呐！你是这么认为的？你真是这么认为的？可是你要知道，当年周世红对我有多残忍，你知道吗？知道吗？我不想知道，我只知道你让我去害我的亲生父亲，这叫做残忍。你有没有想过，等有一天我知道真相后，我会怎么样？啊？我告诉你，从今天起，我不会再伤害我的亲生父亲了。我不会，以后不会，永远都不会。冠军，冠军！儿子让你失望了，儿子不小，就不跟你告别了。等我走了以后，我会每天保佑您跟爹的。娘，我好希望，真的好希望你别再恨爹和我，也别再一个人独自流泪。老板，你怎么来了？柔儿，您没有骗我，这孩子果真有跟我一模一样的胎记。老板，傻孩子，快叫爹啊！你还想骗我？你娘已经告诉我了，你是我儿子。我娘？你叫我娘了？他终于肯见你了。你娘就是那样，明明深爱着一个人，可是为了恨，口是心非，伤人伤己。孩子，你怎么能在我身边10几年，一直不认我？你的心到底藏得有多深啊？老板，
你以后不许叫我老板，叫我爹。不，我不能。为什么？我要是喊了爹，你我跟娘，还有周家、信和堂的所有人，都会因此受到无法挽回的伤害。您这一生所建立起的一切，都将毁于一旦。对不起，您还是以大局为重。大娘，哎，大娘你别走，我是信和堂的三小姐，你是想看病吗？不是，你是没钱吗？没关系的，我可以免费给你治病的。哎呀，不用了不用了，大小姐已经把我的病治好了。大小姐，她给你看过病啊？什么时候？就前几天，我得了鼠疫，所有人都不敢靠近我，是周大小姐亲自给我看的病，还不收钱呢。我吃了她的药啊，很快就好了。哎呀，大小姐是个活菩萨呀。又是鼠疫？是啊，我的命是大小姐给我治好的。听说她出了事，说她跟男人偷情。我知道大小姐是无辜的，她可不能冤死啊！你怎么知道她是无辜的？我不能说，我男人会打死我的。可是你不说，怎么救大小姐呢？你不是要报恩吗？喂，你拿着斧头去哪儿啊？我不能让大姐和冠军哥死，我去救他们。等一下，你疯了！你要这么去的话，人还没救到，先被他们打死了。那你说怎么办？明天就要行刑了，难道看着他们就这么死吗？当然不是了。不过你这样去只会坏事的，要不然我们去找爹吧。爹口硬心软，只要证明他们是清白的就没问题。快走！喂，怎么了？爹好像受了很大的刺激，他现在有些神志不清了。为什么呀？今天他收到一封画着梅花的信，看完信以后，他就匆匆忙忙的出门，等他回来就倒到门口。在信过来的时候，就老说些莫名其妙的话，我都不知道到底是怎么回事。梅花？难道是师傅？师傅，周世宏收到的那封梅花信是你写的吧？师傅，你怎么就不能信任我，告诉我实情呢？为什么周世宏收到那封信的时候，会说欧冠群是他的儿子？难道欧冠群也和我一样，是奉师傅之命去冒充他的儿女？还是欧冠群真的是周世宏的儿子？我是怎么教你的？我不想回答的问题，你就不许再问。师傅，不管欧冠群是谁，我们已经害死张若兰了，能不能不要再为了对付周世宏和周玉琴而多牺牲一个无辜的欧冠群呢？欧冠群确实是周世宏的亲生儿子，他和周天琪是亲兄弟，你为什么不早点告诉我呢？你想怎么样？你怕周天琪会怪你吗？我只是觉得，不管我们再怎么报复，也不能让亲生父子自相残杀吧。如果周世宏真的害了他儿子，那也是他的报应，你不用为他们担心。如果你真的想让欧冠群死，那你为什么写信给周世宏呢？你心里不想让欧冠群死的，对不对？欧冠群的亲生母亲是谁？师傅，你知道的，对不对？我记得周世宏曾经闻到你的茶叶味道的时候说，这味道让他想起一位红颜知己。难道师傅，你和周世宏之间……出去，我累了。既然欧冠群是周世宏的儿子，不管怎么样，我都不希望欧冠群受到伤害。对不起，师傅。大娘，
你找我来什么事儿啊？快带我去找你的丈夫。你想？不行不行，他一定不会答应的，而且他会打死我的。时间来不及了，救人要紧，他一定会答应的。走。永成，天启，永成呢？永成呢？我姐夫说他有事，可能暂时来不了了。他不是暂时来不了，他是不愿意来见我，对不对？对不对？雨晴姐，别难过了，我不会救你出去的。等你出去以后，你亲自跟永成哥解释啊。他们说天亮之后就要行刑，我是活不过明天了。你们一定要去告诉永成，我没有做对不起他的事情，真的没有，真的没有。姐，你不要多想了好吗？你会没事的。现在六六在外面想办法救你呢。六六，他现在没准跟永成在一起，他不准永成来见我，因为我死了，他就可以名正言顺的得到我所有的一切。也许这样也好，永成爱的是他，所以姐，雨晴姐，让开！起来！你们干嘛？起来！雨晴姐，走！我求求你，我大姐和冠军哥都是冤枉的，他们是清白的。大哥，算我求求你，求你帮我这么忙。他们伤风败俗，死有余辜。他爹也亲口说要进他猪笼的，这样的奸夫，要是我早就不把他当做自己人了。走，走，大姐，大姐，快走，大姐。天启，你要长进，爷走之后再也不能照顾你，做什么事情都要长个心眼儿，凡事要冷静。不管爹跟你说什么，你都不要跟他动气，不要顶撞他，你要好好的孝顺爹，好好的接管幸和堂。林丹，她是个好姑娘，你不要再跟她吵架了，要好好的对她，知道吗？知道了。一定要好好的，好好的。大姐，雨晴姐。乡亲们，欧冠群、周玉琴捉奸在床，伤风败俗。按照我们双泉镇的乡例，要将他们二人进猪笼。大家说对不对？对。大小姐，别怕。黄泉路上我们也有个伴儿。早知道是这样死，你还不如留下我一个人，让我自己病死，你也不用陪着我一起死。我害了你，欧总管，我害了你。大小姐，你不必道歉，我不后悔。就算时光倒流，回到那个下雪的晚上，我一样会选择抱着你，不会让你冻死的。
你为什么要对我这么好？为什么你那么傻？为什么？小哥哥，你别怕，我叫人送药给你。我知道自己的身世，我知道我跟你是不可能的。我们现在快死了，我只有一个愿望，我可不可以叫一声你的名字？雨晴。雨晴。冠军，雨晴。冠军。乡亲们，时辰到了，把他们进猪笼。你们放手吧，没有用的。冠军，冠军，老板，对不起，你一定要保重自己，希望来生还能当你的徒弟。我不要你做我的徒弟，我要你做我就是你的徒弟。不要再说了，孩子，我不能让你死。周世宏，你不要再啰嗦了，让我死的痛快点吧。醒醒！我不能让你死。冠军，不要，放开我姐！冠军，你不行，你太慢了，要不我就报官，告你们滥用私刑。周老爷，你怎么能出尔反尔呢？我们双前镇自古都是民风淳朴，最重视道德名节。我们几百年的乡里都是通奸者就要进猪笼，这么多年来都没有出现过这种伤风败俗的事情。你要去报官，那你去报啊！啊，把你这女儿和你这徒弟的丑事传遍全省，传遍全国，让大家都看看，是我们双泉镇无礼，还是你们周家人无耻无德？乡亲们说对不对啊？师兄，冠军，师兄，姓大的招牌不能毁。他勾引大小姐，做出如此丢人的事，有辱师门，你还让他活在世上，你对得起师门，对得起师傅吧？这个人无耻无德，师傅在天之灵也不会饶过他，他会遭报应的。周师傅，你真是左手救人，右手杀人，你的报应终于要到了。这真的是报应吗？真的是报应吗？乡亲们，醒醒！冠军，大哥，他们是无辜的，我有证据，我要翻案。拿出来呀，拿出来呀！当不讲的站起！冠军哥，事情是这样的，大姐，吴大姐为了救人，染上了鼠疫，所有的客栈都不肯收留他们，迫不得已，他们只好躲进了货仓。那晚下起大雪，货仓内除了大姐和冠群哥，三刀哥也在场，他可以作证。其实那天我到仓库去是去偷米的，说看那个女的病得快死了，那男的还是不放弃，整夜照顾她。那晚冷得很，那女的又发冷，他们是逼不得已才抱互相取暖，绝对没有做什么苟且之事。把衣服披上，坚持一会儿就好了。他们是清白的，你们不要冤枉好人好不好？这他妈的证人，谁相信他呀？罗镇长，你说你亲眼看到他们没有苟且，那你为什么不一早出来作证呢？我不是说了吗？我是去偷米的，你让我出来作证，那岂不是让我自认是贼吗？那我只好装作不知情算了。
哎呀，可谁知道我老婆的病能好，还是信和堂的周大小姐给救的，她是我们俩的救命恩人。虽然我老婆一直劝我出来作证，但是我始终没拿定主意。直到那天，周家三小姐带着我老婆来找我。你去救救周大小姐吧，现在只有你能救他们了，我求你替他们作证吧。不行，我都自身难保了，你还让我去救人？你不知道，那粮仓老板他不是人，他要知道我偷他的米，他非杀了我不可。你不行，你走吧。哎，三刀哥，我知道这强人所难，可是我真的看不了我无辜的亲人送死啊！我爹他一把年纪了，总不能让他白发人送黑发人吧？这样他怎么承受得起呢？三刀哥，你去冒险偷米，也是因为你妻子大病刚愈，想让她吃点好的补身子。我求你，你也是个重情义的人，你总不能看着我爹他痛失最亲的亲人吧？我求你替他们作证吧。如果那个老板来追究你，我第一个保全你的安全。啊？你说你看到他们是清白的，正好你的妻子又受了人家的恩惠，你为了报恩出来作证，这天下哪有这么巧的事情啊？啊？真的，我们说的都是千真万确的。周大小姐是好人，我的命是她救的，她是清白的，没做丢人的事。这一切都是你们自己说的，空口无凭，说不定是周家的人救人心切，花钱买个人回来编故事，骗我们早点放人呢。我有证据，